大家好，我係 Hilda， 我係香港品牌何其美嘅創辦人。我成立呢個品牌嘅目的，其實咧就係想傳承着長衫嘅文化。大家如果有去旅行嘅話咧，可能去唔同地方旅行咧，都會有唔同地方嘅文化特色嘅服裝喺裏面。我都喺度諗點解會香港冇嘅咧？喺以往可能講緊1920年代啦，去到50、60年代嘅時候，其實旗袍係一個傳統服飾嚟嘅，應該話係一個日常服飾。喺呢個日常服飾，佢哋就每一日都係着住呢件衫去返工啦，做日常生活啦。但係慢慢咧，呢個服飾咧，因為有西方嘅服飾加入，所以呢個傳統服飾慢慢俾人淡忘。跟住後尾係一個機緣巧合底下咧，接觸到長衫旗袍呢個服飾，一路去接觸去了解佢嘅背後歷史嘅時候，就發現其實佢係好值得我哋咧去花時間咧，用一啲方法讓佢繼續去承傳落去。我都諗會唔會有一啲服飾係適合我哋任何場合都可以着？我就覺得長衫係非常之適合嘅，因為長衫無論喺日常 casual 你去影相啊、打卡啊，或者約朋友食飯啊，我覺得都係適合着啦。而喺出席一啲隆重場合嘅時候咧，都係非常之合適嘅，因為佢都係好 formal，亦都係好得體、好優雅。一路都好想將呢個旗袍帶入去國際嘅市場。我知道馬來西亞其實都好多華人，亦都佢哋好重視一啲傳統嘅文化。新年嘅時候，佢哋會着旗袍啦、長衫、中國傳統服飾。所以我又覺得呢個市場可能都可以探索喎。咁我希望呢個品牌唔單止係將服裝帶過嚟馬來西亞嘅，我希望咧能夠可以將中國香港嘅一啲特色傳統文化咧都帶埋嚟馬來西亞呢邊去做一個傳承分享嘅。